要求政治人物拿出具体的行动，履行对人民的承诺。供给这么多，消化不掉，卖不出去，但是房价指数还是在升高。清楚地表达一个政策立场，赞成、支持，我们大力来推动，有这么困难吗？因为我对这件事情，我可以老实跟大家说，我太愤怒，我的感受太强烈了。过去这30年，看台湾整个经济发展的轨迹，你会发现2个重要的特色啊。一个特色是说，我们的 GDP 虽然有成长，但是薪资成长的幅度远远低于 GDP 的成长。但是房价指数从2000年的100，一直到2018年，已经到287了。那反映出来了，就是你如果跟1989年那个时候，问题已经开始浮现了潮跃，到2019年的今天，房价所得比不断的在攀升。所以我们成立居住正义改革联盟，其实最主要的理由是，过去每次选举的时候，政治人物都会针对居住正义提出很具体的政见，但问题是到2019年的今天，这些政见被具体落实的程度非常的低，但是这个攸关了我们所有的年轻人跟我们下一代，还有台湾的经济发展，关系非常的深。所以借由居住正义改革联盟的成立，我们是希望要求政府还有政治人物履行他们的承诺。那第二个是未来，有志于不管是当总统、当立法委员的人，也可以对于这一些有关于居住正义非常具体重要的诉求，能够表达他们明确的立场跟看法。贫富差距啊，是一个结果，贫富差距背后有它的原因存在。好，你如果看比较严谨，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朱敬一，他大概从2014年开始，就针对贫富差距去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。那他用的是世界各国财富的 data， 一直到2019年，天下杂志他们也有针对这个问题进行很深入的分析，其中造成了财富上面的悬殊，一个关键就是房地产。你有没有拥有土地跟房屋？那个会造成了我们现在在贫富差距上面一个最大的原因。以前就有个科技业的大佬说，我盖厂房，投资做 R&D， 做的半死，结果他算一下他的投资报酬率，根本比不上跟他的同班同学，完全不是实体的生产，他什么事也没有在做，就是基本上就是在做土法炒房，然后把房价、把地价炒高了以后，赚中间的差价。当房地产的价格不断的飙高的时候，它同时也会影响到租金。那影响到租金，你现在去东区看，你会看到一些空的店铺。那空的店铺，它为什么不愿意降价，把店铺给租出去？因为租金太高了嘛。为什么不愿意把降价租出去？因为会破坏这个不动产的行情。好，他宁愿空着，他不租也不卖。那造成了什么？造成了整个实体经济上面资源的浪费。它也连带让工业区的土地不断的在飙涨。那工业区的土地不断的在飙涨，获利的只有在炒作工业区土地的那一些人。但是真的需要进去工业区的那些中小企业，他们进不去。那他们进不去以后，最后的结果，你就是看到台湾农地上面一堆违章工厂。那一堆在农地上面的违章工厂，它污染我们的环境，进一步会影响到我们的食品安全。我的答案是 yes， 我100%赞成。但是问题是什么？
问题是说，当你做实价课税的时候，会影响到的是100%拥有房地产的人。那地方政府他们在政治上面有没有那个能量跟魄力去做这件事情？我可以老实讲，没有。我老实讲，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台湾的亲权政治结构。那个亲权政治的结构呢，是说这些建商跟财团，他们其实人数是少的。就像我在推囤房税，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绝大多数的人根本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，会被影响的只有3%到4%的人。但是建商跟财团呢，他们掌有各式各样的优势。所谓各式各样的优势，就是说，有的呢是透过媒体去散播错误的讯息，去带风向。对很多年轻人来讲，我必须要讲的事情是说，要他们现在以现在的不动产价格下去买的话，对他们来讲是造成严重的剥削。我要拜托所有的年轻人，就大家一定要正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。那为的，包括他们自己的将来，跟他们的下一代的将来。对我来讲，如果要我的小孩继续生活在台湾这样的经济结构，继续生活在台湾这样子的房价所得比，我真的很难想象他们未来的人生要怎么样顺利的去开展。